来继续关心这大雨的灾情，台中的北屯、丰原、雾峰、清水、太平，今仔日发生这水崩山，甚至这山径崩落来的灾情。也那这台里呢，这一面国小地下停车场水是淹到骹目，车主赶紧来刷车。另外，水利署有包厢的工人伫咧处理机房淹水时阵，无说离去，或者电着身躯呢有20%的烧烫伤。 台中雨落几暝，北屯大坑山的山区有一个透天的社区，7月31早起9点外，后壁的山坡规个水崩山，居民早起出来看，规个拢变款。土石流从山坡上冲泻下来，直接灌进4户民宅里面，这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狼藉哦。那这个现场土石的这个泥流厚度呢，至少有1个轮胎高。除了房子受损之外，还有一辆自小客也受困其中。 社区有4户人家厝有土石流入侵，其中1户无住人，1户的民众该带朋友引导，另外2户受灾较无遐严重，决定继续住。边仔还阁有4户门口埕规个拢土霉膏。台中市水利局去到清理，希望会当有一条路会当互住户出入。若受灾户是烦恼户的，就无休困，灾情也会扩大。就是怕现在还没淹进去，到时候如果上面再崩塌下来的话，可能淹进去家里这样子啊。上方其实是一个农路哈，那这个农路。 受到大雨的影响，然后有土石那个坍落，然后中断道路。那这个部分水利局的机械都进来了，现在已经机械进场要开挖了哈，把那个道路打通。冻土墙规个起起，丰原东阳路的边坡崩落来，地出大量的土石阻断交通。民众若要过，就要真细致，牙棍也凸咧，有瓦扫爬起哩。当地还阁有差不多20户，即马要出入，就要加设1点钟的路。绕到新社，或者是从台中大坑有一段路。 造成他们上班啦、工作啦，还是，都会造成不方便。台里区一边国小地下停车场水淹到骹目，内底差不多有60台车，车主收到积水的消息是赶紧来刷车。那个网路的啦，看到说这边有积水，我们就赶快过来看看啦。很夸张啊，这个时候没有拖啊，新的而已，就变成这样，太离谱了。 另外，包括雾峰东南、清水五峰山、甲五海路嘛有土石崩落。太平区的德春路因为边坡崩起，路转未通，市区派工班全力来抢通。主要是这个区域因为它本身是唯一的连外道路，那里面散居有300多户，这个我们比较担心，所以我们这个工班这几天都会常驻在这。 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分署有一个56岁外包厢的工人，早起9点外伫地下室咧摒机房的积水的时阵，无细时去夹着电箱，转去电着倒伫涂骹。伊的脚只片甲手骨有20%，因为电着转烧着伤。送病院抢救了后，情形有较稳定。若设备若像是因为积水漏电，会派人去检查甲修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